谢谢啊，谢谢。你的菜上齐了。我跟你说呀，咱们呢是因为自己的孩子付出了心血，付出了精力，付出太多，所以就要求回报。孩子要不听话，咱们就生气。那别人管你们家孩子呢，又没付出1毛钱，是不是？那当然和和气气的，看你家孩子都觉得你好。我不信刘静回家不跟他儿子急。哎，那天方圆不是说了吗？老季，我当着众人的面打了江一把嘛，对不对？你说的有道理，这父母当的。哎，文杰，你说我们拼了命的想把自己觉得最好的东西给孩子，可能也给的太多了，给的过火了，这孩子还拼命不要。想想这英子，哎，你看乔卫东是这么一个讨厌的人，那英子就喜欢他，看他什么都好。我有时候再想想，我是不是应该改改我的这教育方式啊？你怎么改啊？你改成乔卫东式的教育方式，你行吗？呵，乔卫东那套我一个也看不上。可他能跟英子当朋友啊，我就不行。其实当朋友这事儿吧，还真是挺利于这个亲子关系的。你看方圆儿就跟方一凡老通着气儿。哎，你说是不是我也得改一改啊？怎么改啊？这简单呀，心平气和，完良恭俭让呗。你呀，啊，我还真不信。行，我拭目以待。这必须改，又不是为我自己，为孩子。那行，咱们都改，回去就改。消费提质升级，助推支持实体经济发展。打地道这么熟悉，这人物主要还你要不信，我现在就给你打一个。行啊，可是我是不会得的。凡凡，要不要给你热杯牛奶？哎，这晚上喝牛奶容易拉稀。哦，那我给你下趟馄饨吧。啊，刚吃完饭吗？还吃啊？好，那这样我给你和磊儿冲杯柠檬蜂蜜水。不，哎，妈，不用。你为什么大晚上非得给自己找点事儿干？你今天怎么这么反常啊？凡凡，妈妈给你道歉，妈妈不该打你，不该跟你吼，老急于求成，老发脾气，对你没有耐心，是妈不好。其实妈每次都不想动手，可是我就是控制不了我自己的情绪。我知道我不是个好妈妈，我不该这样对你，我向你道歉，凡凡，我以后保证再也不动手了。我是个凡凡，对不起，是我错了，我以后努力改。不哭了，没事啊。我好后悔我动手打你，我不该动手，我也不该急你以后提的这些正当的要求，我全都答应你，只要是正当的要求我都答应你，我向你保证。真什么都答应啊？那我要去艺考，你答不答应？你换一件事情。那我还是去学习吧。哎，不哭了，没事啊。那你原谅我了。我原谅你了啊。妈妈一定会改变的，相信我。这还挺好吃的。您的蒜蓉虾。哎，好嘞，谢谢啊。尝，趁热吃啊，这可好吃了。这个蒜油啊，它不是拿椰子油做的，很健康。拿面包蘸着吃才好吃呢。来试试啊，试试。对，怎么样？很好吃吧？来，尝个这个啊。妈，您今儿怎么突然想起来带我下馆子了？也没有突然呀。嗨，没事嘛，出来放松放松不是挺好的？但是您之前不是一直说这外面食物不健康吗？肯定跟家里比起来，那个卫生啊、健康啊都没法比。
但是这家还行，偶尔出来吃一次没关系。妈，那个你们晚上回去的时候，帮我再看一眼期中卷子呗。哦，那天不是讲过了？但是我那最后一道大题第4问，我还是有点不明白，你再给我讲一遍吧。哦。啊，那你前头的都明白了吗？哦，那就行了，不着急，明天再说吧。其实啊，第4问的那个也不是基础题，真要考试遇见了不会做，就干脆放弃吧。干嘛那么奇怪的看着我呀？哎呀，好不容易出来吃趟饭，咱都放松放松啊。一会儿还想着带你逛逛街，看着条裙子，想让你试一下去。回去咱看韩剧，好不好？我出门时候已经下上了。还看韩剧？我们一起看。你还记不记得去年冬天，咱俩钻一个被窝里面，窝在里面看那个1988，还记得吗？不是一直说高3时间争分夺秒，突然这样，我不太明白。是高3得争分夺秒。妈妈这段时间好好检讨了一下自己，我觉得前段时间无论你是没有心情上学，还是考试排名不好，其实说到底还是妈妈的教育出了问题。妈妈是下决心想改变自己。以后呢，咱们这样，只要你的学习都完成了，你想休息也行，想去看看什么韩剧啊、美剧啊，玩乐高也行。哎，你就是想去天文馆，其实也行。当然，前提还是得把妈妈给你制定的那个复习计划做完。你看这样行吗？妈，您不用这样，这高3时间就剩一半了，我其实真的没有心情玩的。不，我觉得妈妈是以前对你有点严苛了。你看你爸哈，虽然他一身毛病，但是他对你真的是没得说。所以妈妈应该向他学习。他性格就比较放松，你跟他在一起也会觉得比较松弛一点，对不对？我就是觉得有时候平衡一下。对，中和就是可以平衡一下，也不能老学习。虽然说他毛病多，但是他也是有优点的。我以前总是去其糟粕，却没有看见他身上的优点。你真这样想的？我当然这么想啊。我是觉得自己之前做的都挺不好的，才会给你造成这样的困惑。我希望以后妈妈也能像爸爸那样，他怎么对你，我也怎么对你。我也希望你怎么对爸爸，也愿意怎么对妈妈。有什么心里话，都能开诚布公的跟妈妈说，好吗？妈，其实我觉着吧，您和我爸是完全不同的2种人，你这想法也是南辕北辙的。我知道您是想对我好，其实您真的不用强迫自己去学他那一套。不，他那一套，您不是之前也一直看不上吗？哎呀，我也不是看不上，他就是有的时候那个掌握不太好那个度，就过犹不及了。但是你爸爸身上真的也有他的优点呀。再说了，他要是什么优点都没有的话，我当初也不会跟他在一起啊。哪还有你呀？是不是？反正我就是希望以后妈妈要做的不好，你能提醒我，好不好？这样我们将来才有更好的交流啊，好吗？拉钩，盖章，说好了啊，说好了。来吃，给你盛点蒜泥吧。妈，蘸的这个，您先等一下，我先说一个呗。啊，其实吧，我特别不爱吃蒜蓉。你不爱吃蒜蓉啊？有股怪味儿。那你以前怎么没跟我说过呀？嗨，哎呀，那不吃，来，不吃。哎，不瞒你说啊，
其实妈妈很喜欢吃蒜蓉的。妈妈这不是怕吃了以后口气不好，你不喜欢吗？才不敢吃的。哎呦，你吃呗。真吃了？我又不会嫌弃你。来，哎，帮你多蘸点。你吃。好，我吃。好吃，香哈。哎呦，真香。怎么不爱吃呢？会不蘸的好吃，不蘸的好吃。可得其所。咱这样多好啊！有什么事说开了啊？说开了，对。你说还有什么要说的？说。那我就是，哎，还是算了，好尴尬呀。为什么呀？说呀！怕什么？说，我保证不生气，保证，好不好？那我说了啊。我说，我就想跟您商量，我挺想参加南京大学的冬令营的。算了，您当我没说过吧。我是这么想的，他们这次在深圳，然后我如果去参加的话，您正好可以去香港玩一圈，是吧？冬令营是吧？其实，家长群里面早就通知了。为这个呀，我特别认真的研究了几天。这冬令营对自招录取确实是有帮助的，所以你要想上的话，我肯定支持你。但是我觉得我们应该更有针对性的来选择一下。首先还是应该选择咱们北京的学校吧。你看清华、北航，就都可以选呀。我还是想试试南京大学。南京大学实在是太远了，将来我们又不考那儿，那上它有什么意义呢？是不是？你要在北京选一学校，我觉得又省时间，换脑子，妈妈肯定支持啊。哎，服务员，你好。我们点那个意大利面还没好啊？哦，稍等，我去看一下。谢谢。英子啊，你看这样好不好？我们各退一步。妈妈呢，以后肯定会向爸爸看齐，然后让你后面的学习生活更加宽松。但是，南京大学咱就别再想了，好吗？行了，好好吃饭啊！哎，吃完了我还说带你去试一下那条裙子呢。你还真是啊，很少穿裙子，现在整天穿校服，像个小男孩似的，可不行。粉颜色喜欢吗？还？我看那个紫色的，我觉得还行啊。来，你也再来一块这个。刘静儿，洋洋，怎么了，爸？我忘了拿毛巾了。那我给你拿吧。哎，那卫生间里那条蓝色的，行，是这个吗？对。
谢谢啊。哎，别！要吧。那个，我妈她啥时候回来啊？周一有个家长会，是您去还是我妈去啊？周一，那时候你妈回来了吧？还是她去吧？行，那我回屋了。哎呀，那个你等会儿，我跟你说点事儿，给你看样东西啊。什么东西？你等会儿。哎呀，你看，这次期中考没考好，周一还要开家长会，我和你妈呀都挺着急的。来，你看看这个，哎，坐下。哎呀，我就想呀，着急也没有用啊，这个学习一定要讲究学习方法。哎，这个就是爸爸当年上高3的时候学习方法笔记，你看看。爸，您这都20多年前的方法了吧？再说了，您学文，我学理，也没什么可借鉴的。不，咱们学的东西虽然不同，但是学习方法是可以沟通的。行，我回头看看啊。哎，别走，你坐下。今天咱们俩聊聊啊。哎，爸爸找这个本子的时候啊，就想起爸爸当年高考的时候的很多事儿。哎，你觉得高考难吗？压力大吗？我还行吧，没觉得有什么压力，而且我这点分呢，也考不上什么太好的大学。不行，你不能放弃你自己，离高考还有时间，你要努力。爸爸当年能考上大学啊，那是幸运的，当然也不全都是幸运的，也是爸爸努力和实力的体现，对吧？哎，对，你说当年考大学那么难，爸爸为什么能够脱颖而出呢？爸爸就是有很好的学习方法。你看，这个上半本呢是爸爸第1年高考的时候总结的经验啊，后半本这个时候呢就是第2年参加高考的时候他的学习体会，犯过的错误就不能再犯。哦，爸，您怪不得得考2次呢，瞧着密密麻麻的，看着还真有点成效。那当然了。哇塞，今天怎么这么多主题啊？哪儿了我那书？嘿，还真就这本书哎，还在呢。破。爸，怎么了？这个交给你，文艺小百科，艺考必备。我跟你讲，当年我考那个广播学院的时候就读这书。定价1块1毛5。哎，这几年的书？你别管哪年的，我都打听清楚了，35年没变过，就考这本书。啊，这相当于艺考的葵花宝典，而且不用自宫。说
啊，以后啊，好，你学习吧。哎呀，突然觉得一身轻松啊。哎，你看棉花啊，棉花还是强壮药，能促进乳腺分泌，适用于虚弱及老人手脚无力啊和出血，还治老年性支气管炎。哎，咱们可以弄点棉花吃哈。啊，你说这棉花，就是咱们被窝里的棉花呀？嗯，你是真要炼丹吗？嗯，吃棉花？哎，这个潘老师不是在群里面说下星期有一个高3的这个家长会吗？我想了一下，还是我去吧。啊，家长会的我去吧，我一闲人跟家闲着也是闲着，你好好上你的班。还是我去吧。啊，怎么着？你还不相信我呀？不是，这次是心理讲座，我要去学习一下，我怕你听不明白。那你还是不相信我呀？啊，是吗？哦，哎，孩子们，出来看会儿电视，别老那个看书啊，把眼睛看坏了。啊，哎。看电视啊！我让你们看电视。哦，选个片子。改变一下。行，你改变吧。来，我给你们看小片子。设置一个错题集，将每次考试卷子上的错题都分类处理。选择题、填空题、解答题分类完，按照型再做归纳。行，您的这个方法啊，我先回去试试，完了以后呢，再跟你讨论。我先回去做卷子去了。别，我还没说完呢。哎，洋洋，听我说啊，我刚才只跟你说的是一种学习方法，还有很多种呢，都在这个本子上啊。这个你选一种适合你的，关键是你要总结自己的经验教训啊。还没说完呢。总结教训以后呢，你要从心里边重视的把它转换成一种学习方式。转换完了呢，你从心里边要总结你的经验啊，你要端正你的学习态度。您早点休息啊。今天没本事，本尊要亲自上阵了。最近怎么样？扎心了，老铁，别问了。怎么了，老铁？最近诸事不顺，我都佛了。佛了？啊？你要出家？啊？开个玩笑，你还年轻。Victor， 你都没参加过高考吧？你们车手都不参加高考，我挺羡慕的。我还真是个特例，我高考过。那你高考那一年是怎么过的？想不起来了，就是混过来的，跟爸妈做斗争。 Victor，
你跟你爸妈关系也不好啊，我也是。大神，我跟你简直太有共鸣了。就我爸他刚才还教育我呢，拿他当年的高考经验还跟我讲，你说能一样吗？大人都这样。我记得我那次考得不好，我爸也叨叨我半天，后来我生气直接走了，也没管他生不生气。跟我刚才的情况一模一样，不过我也没生他的气。哎呀，没有潘帅指导还真不行。Victor， 我觉得我跟你太有共鸣了，好多在我身上发生过的事，感觉在你那儿也发生过。有机会的话，我能跟大神面谈吗？一定能。你相信我，这一年很快就熬过去了，别跟家里对着干，对你自己也没好处。等你考上大学，你就可以尽情的开车。加油，特种兵！明白了，谢谢你 ，Victor。没事儿，心情不好随时找我。跟陌生人说心事挺好的，也不用担心被周围的人知道。我有点饿了，得找点东西吃。你等我。行。来呀，杨啊，我饿了，做点宵夜，你吃吗？吃。你也饿了？是有点。您做什么呀？你想吃什么？要不然饺子吧，我妈走之前不是买了好多吗？行，我再给你蒸个鸡蛋羹，你稍等一会儿啊。你说也挺巧，我正想吃点什么零食呢，我爸给我做夜宵去了。我在你身后看你嬉闹歌唱，感受你所有欢笑、哭泣和忧伤，却默默数着日子不敢生长。你一点一点走出我的视线，却始终走不出我的思念。走过所有的路，我仍在你身旁，每一朵云都是我对你的守望，笑笑欢喜陪我们一起经历成长，全新的小世界正等你前往。我的爱属于你，而你属于明天。我会目送你的背影渐渐走远，多么希望你有幸福灿烂的人生，简单的、纯粹的、畅快的小世界。我觉得你说的对，他们为我们好，我们要理解。其实我真的没恨过我爸，我就是烦他打官腔。我喜欢的他都不喜欢，还硬要向我靠拢。我跟他太久没待在一块儿，互相不适应，我也不想气他。当然了，我也不想被他气。刚忙别的事儿去了，你跟你爸说过这些感受吗？开不了口，一开口就变味儿了。要是能选择的话，你还会选择他做你爸吗？走过所有的路，我仍在你
最大的心愿。爸，怎么回事？爸，您坐上水怎么也不看着呀？这都扑了。刚才有点事没顾上。哎呀，再煮一锅啊！行行，那给我拿个碗。哎，你别烫了呀！到这儿吧。看以后能不能吃呢？怎么回事？是不是天然气停了呀？都没出气儿，这个没动静啊？对呀，不可能停啊，这个气儿。看看，哎，表在哪？哎，这样啊，看一下，你看一下。行，我看看。我看不清，等会儿给你打亮了啊。这91223，这字儿还多的是呢，没停啊？那怎么回事？要不给我妈打个电话？哎，那就定在后天了。对，我们这次换个方向下针。嗯，行，没问题。你爱人还是来不了吗？对，他还在外地呢，我自己签字。好，那我明晚上让护士把确认书带过来，您签一下。嗯，流程还是和上次一样。这2天你一定要休息好，手术还是伤元气的。好，谢谢您。您别太客气。哎。怎么挂了呢？有字儿啊！妈打电话来了。喂。喂，老季。是这样啊，本来呢要跟这个洋洋吃个宵夜，结果那个水扑了，这个火灭了，咱们现在怎么打都打不着，怎么回事？哦，是不是没煤气了？有，洋洋看了，这个表上还好多字呢。那可能是安全阀跳闸了吧？你看看找找。安全阀？什么是安全阀？就是煤气要是漏气的话，它自动跳闸了。你找找看吧。妈，我都摸遍了，没找着什么钮啊。您要不跟我们视频一下？妈妈现在有点不太方便，你们自己找找吧，就在左边。哎呀，就一会儿，你告诉我们在哪就行啊。我给你播视频啊。哎，喂，妈，哎，嗨，是这儿吗？啊，不是这个，我记得是在左边的那柜子，是在那个微波炉下面那个柜子，你找找看。哦，微波炉下，是这儿吗，妈？嗯，应该是这儿哈，你看，对。妈，你看是这儿吗？哎呦，太暗了，你等一下啊。那我给你拿上。
在哪？我在房间呢。妈，摸到了。哟，来，再看一下。妈，你看，是这个吧？啊，对，就是这个，那个红色的按钮，你按下去应该就可以了。哎，好了，哎，好了，妈 ，OK 了。好的，那就这样啊，你们好好的吃啊，我还有事儿，我先挂了啊。行了，爸。怎么了，爸？没事。哎，来。哎，别，我来煮吧，您太不靠谱了。那你别烫着啊。行。喂，现在你人到底在哪儿？我在医院，我可能得病了，千万不能让洋洋知道。爸，这么晚了，您去哪儿啊？哦，我单位有事儿去一趟。那，你不吃了？哦，不吃了。哎，你吃完了早点休息吧啊。啊，行。你好，张兄你好，你有什么事儿吗？不好意思，我想来看看这个2号病房的那个病人，他叫刘静。可是我们现在这儿已经过了探视时间了，要不您明天早上再来吧？我求你了，他生病了，一直瞒着我，我刚知道。我今天来了，就是来看看他到底什么情况。您是他的？哦，对，我是他爱人。哦，原来是这个情况。哎呀，刘女士一直跟我们说您在外地出差。行，我明白了。那您去看看吧，不过您抓紧点时间，我们这儿的病人都休息了。刘女士的病房在前面，您直走就行。陆丽姐啊，对，哎，好，谢谢。没事。